民文化行动协会执行长林凤如说明，今年自由路上艺术节都按安怎呼应主题，上阵透过艺术来看维权的过去，用多元的观点，和社会大众和历史对话。扣起咱历史的记忆，吼，咱咧追求真相，无毋对啊，讲公道。历史真正的动力使命，咱一代一代会行落去。 228事件纪念日走向75周年，和平文化行动协会和台中市新文化协会做伙推动第4届自由路上艺术节。到4月14之前会放几啊场电影，还有剧团表演和音乐会等等，和民众会当来了解转型正义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